大家好，歡迎翻嚟信仰不離地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沉重但又好重要嘅話題。最近香港接連發生咗唔少因為財政困難而選擇輕生嘅事件，而最震撼係一位先生同懷孕咗7個月嘅太太，面對財政困難，原本打算墮胎，但遭到港台兩地嘅醫生拒絕，最終走上絕路，造成2屍3命嘅悲劇。而就呢件事所睇，佢哋唔係一開始就選擇輕生，而係有掙扎過，有諗過辦法想解決，只係最後揀咗個最極端、最差、最令家人心痛嘅結局。而作為一個有基督信仰嘅人，我唔能夠裝作完全明白佢哋嘅掙扎同埋佢哋面對嘅困難，但我哋可以由基督教信仰裏面揾咗一啲務實嘅角度去解決問題。首先要講一講我哋點解會覺得財政問題會好似無底深淵。當一個人欠下一筆債務或者收入中斷，壓力就會自然好似一座大山咁壓住你。而呢個時候就好多人會將困難放大，覺得佢係人生嘅全部。但由聖經嘅角度，佢係要我哋將眼前嘅問題縮細，放眼喺未來嘅盼望。財政問題雖然真實，但佢只係我哋人生河流裏面嘅一段小風波。如果我哋將佢放大到我哋覺得無路可行，選擇結束一切，可能就會錯過咗後面嘅轉機同埋美好人生。聖經有段咁嘅記載：我們不是要顧念看得見的，而是要顧念看不見的。原來看得見的是短暫，看不見的才是永遠。而講到財政困難，有一個好實際嘅選項，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，就係破產。喺香港根據破產條例，如果真係還唔到債，申請破產係一個合法嘅出路。只要同法庭合作，一般都只要維持4年就可以重新開始。呢個選項雖然唔完美，可能會影響你嘅信貸評級或者未來嘅借貸，但係都係一個有結局嘅過程，遠比選擇輕生要實際同埋有希望。但係問題係，點解有人明知有破產呢條路可以揀，仍然會走上極端？好多時都係出於面子同埋別人嘅睇法，可能係羞愧親戚朋友嘅閒言閒語，怕被標籤為失敗者，產生另一種壓力，冇面繼續生存落去，不如一了百了。有時我哋要問一問自己，係咪將個自尊心放得太大？而喺香港，不知有幾多名人破過產，而往後嘅生活仍然精彩。所以我哋唔應該俾世俗嘅眼光嚟定義我哋嘅價值，而我哋人生嘅價值並唔係建基於別人點樣睇，而係建基於上帝點樣睇。喺上帝眼中，我哋係獨特同寶貴，無論有錢冇錢，有債務冇債務，只要我哋將生命嘅主權交俾佢，佢嘅愛同計劃都唔會改變。而基督徒本身就係要討上帝嘅歡喜，而唔係討人嘅歡喜。有啲人會話破產豈不是會影響上帝嘅名聲？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上帝係唔會在意，在意係我哋自己。只要喺過程裏邊唔行詭詐嘅手段，就唔怕失見證。如果覺得有協議可以喺破產期間繼續盡力還錢，甚至乎過咗法例嘅破產期，亦都可以選擇繼續還錢。上帝係可以將件壞嘅事變成美好嘅見證。正如聖經所講，萬事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而講翻單悲劇嘅背後，除咗財困之外，應該就同懷孕有關。已經7個月係一個完整嘅生命，所以醫生唔敢幫佢做手術。去到呢個時期，其實做流產嘅手術風險仲大過生佢落嚟。如果認為自己嘅狀況或者經濟能力係冇辦法照顧到小朋友，其實係可以揾社福機構幫手，只要通過佢哋嘅評估，佢哋有部門照顧或者將啲 BB 送去寄養家庭嗰度寄養。唔需要剝削佢嘅生命，亦都唔需要做到咁極端。好多時人就係將眼前嘅問題放得太大，令到自己睇唔到出路。而當我哋睇到有人因為絕望而放棄生命，係非常難過。不其然就會諗起，如果佢哋嘅生命有基督嘅介入，佢哋一家3口嘅結局會唔會改寫？呢度有一段真實嘅見證，就係希比2年前嘅一段訪問。主人翁係一名中年男子，叫做 B.C。佢話畢業之後做過2份工，1991年開始就喺內地設廠，做來料加工出口單，高峰期有1700名員工。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戰，對佢哋工廠打擊好大，掙扎咗一段時間，最終喺2019年工廠就倒閉，結束咗28年嘅廠佬生涯，而且欠下一筆巨債，超過5000萬，就算變賣晒所有手頭上嘅物業都唔夠還。佢話喺工廠結業前2-3日，個情緒係相當低落，相當難過。有幾晚見到耶穌光，亦都曾經一度諗住輕生。係咪面對唔到呢？就未清楚，但係佢知道自己有份人壽保險，如果自己死咗就可以 cover 到啲債務，唔想連累家人，起碼啲物業佢哋可以保留翻。當其時佢就打電話俾太太，因為有物業係佢嘅名，可能會被銀行沒收。太太嘅反應好淡然，話將一切都交俾主耶穌。
佢哋揾朋友傾，發現情況都唔係想象中咁嚴重，最多都係冇晒啲物業，有咗破產嘅打算啊！咁往後嘅人生點樣鋪排呢？佢就走咗71嗰度翻工，原因就係唔需要特別技能，只需要填份form，登記身份證就可以開工。嗰段時間亦都係佢第一次同希比相遇。被問到由一個老闆變成一個店員，會唔會覺得好難受？佢話冇，而咁 junior 嘅工作更加係佢第一次接觸，覺得好有新鮮感。亦都幾享受，而當時係諗住點樣能夠愉快度過呢4年嘅破產期。而被問到喺71做嗰陣時嘅趣事，佢就好似如數家珍，可以睇得出佢係敬業樂業。佢亦都發現喺呢段期間冇人睇佢唔起，而銀行亦都看似放佢一馬。呢段訪問出街嘅時候，佢已經離開咗71，有咗自己嘅新事業，冇做廠佬，轉為網上銷售貨品。其實我哋喺工作上面，只要心存謙卑、敬業樂業，不論我哋做邊一份工作，都係對上帝一種敬拜。亦都希望藉住 BC 呢個故事，能夠鼓勵一啲目前身陷財政困境嘅朋友。最後我哋有個禱告，親愛嘅天父，今日我哋為正處於財務困境、生活重壓下掙扎嘅人而祈禱。主啊，求你安慰佢哋心，扶起嗰啲就快倒下嘅人。當佢哋求問你嘅時候，求你令到佢哋喺寂靜中聽到你嘅回應，等佢哋知道你一直都喺度。主啊，求你俾勇氣佢哋尋求幫助，俾佢哋有智慧去面對現實嘅問題。亦都讓你嘅教會能夠成為佢哋真正嘅避風港，等教會嘅弟兄姊妹有機會去關懷佢哋。亦都求你俾我哋喺困苦中能夠睇到光，喺破碎中仍然相信希望。亦都讓我哋生命中每一個環節都有你嘅參與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另外，如果今個星期有需要代禱嘅朋友，歡迎喺留言欄嗰度留言，我會逐一為你哋禱告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祈禱紀念。